来乡亲啊，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的专机，伫台北时间拄只3:42，已经为马来西亚的机场起飞，以后10点外就会到台湾的松山机场。台北市警察局调度2000个警力，随时来待命。也毋过针对一切勤务是正保密。相关的状况，请记者高彩薇甲咱报道。彩薇，请讲。 好，诸位观众，记者目前为这个台北市的松山机场，那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呢，预计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抵达台湾。那么呢，他的专机呢也是预计会降落在台北市的松山机场，一切呢也会以这个外交泡泡的模式来进行安排。他进入这个松山机场之后呢，会有国安单位以及警方呢组成这个车队护送他到这个下榻的饭店。那么现在传出他的这个下榻的饭店很有可能会是在台北市信义区的这个君悦酒店，所以其实，在今天下午2、3点钟的时候，就有陆续是有一些警方呢，在这个君悦酒店外头呢，是来部署这个维安措施。那么，针对这个裴洛西这一次来访台的行程呢，其实北市警局他们也是不敢大意，但是呢，也可以说是保密到家。他们这一次是备妥了将近2000名的警力，一旦呢，只要接到这个任务，就会随时出动来支援这个松山区、中山区以及信义区等重要的区域。不过呢，警方呢，目前针对这个所有的行程呢，后续呢也是会启动这个红兵勤务，也就是指说是这个非国家元首的这个重要外宾，只要一旦启动这个勤务呢，就会安排车队护送这个议长的人身安全。那么警方呢也是强调，在这一次维安勤务的方面会做到滴水不漏，来保护这个议长的人身安全。那么以上是现场最新，请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